喺好短嘅時間內，大約下呢一個嘅60日嘅時間，呢個 Trump 上咗台，成個美國咧係自從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嚟咧80年咁長嘅時間啊，精心建構咗呢一個嘅國際體系，終於咧就俾阿 Trump 咧嚴重咁動搖咗佢嘅根基。咁啊，所以好值得大家去理解究竟發生咗咩事。喺呢一方面咧，破壞作為咗呢一個超過咗佢即係任何一位啊呢一個嘅美國總統啊之前做嘅任何嘢。咁啊，大家通常都係同歐洲啊同其他個關係好特別係加拿大啲咁樣。哇！但係咧呢一個咁嘅阿 Trump 一嚟到就將所有嘢完全破壞晒。阿 Trump 咧並冇正式宣佈咧又話我改變咩路線啊成乜嘢，亦都冇解釋佢戰略上有咩嘅部署。但係咧就改變咗美國喺烏克蘭戰爭入邊嘅，即係佢入邊嘅好重要嘅立場，就係一路咧佢係應該係支持一啲比較即係弱勢嘅國家，呢個係民主國家嚟咁樣。咁啊，放棄咗佢以前咧即係美國咧係有關於幫助一個新生嘅即係有缺陷嘅民主國家，咁啊點樣去保衛佢嘅邊界，去一齊去抵禦呢啲嘅即係其他啲霸凌嘅行為嘅呢個國家嘅侵略咁啊。咁啊，以前美國咧係一定會做呢一個嘅世界警察嘅，佢做翻呢一樣嘢，咁所以大家先至奉呢一個美國為霸主。咁啊，大家知道有咩事揾佢就搞掂啦咁樣。呢一樣嘢咧，佢亦都係會為大家去出頭嘅。咁所以咧，大家呢個民主國家都有個信念，就話美國大家應該係堅持支持佢。因為佢要維持世界和平同埋平衡晒大家所有嘅利益。好啦，但係咧，阿 Trump 咧毫不猶豫咁命令呢一個美國嘅代表喺呢一個聯合國嗰陣時候投出咧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嘅一票，就係咩？佢走去同呢一個俄羅斯、朝鮮一樣啊，行一邊，反對所有嘅傳統盟友，就挫敗咗一項咧將莫斯科認定為侵略者嘅聯合國決議。嗱，喺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冇得解釋嘅，因為點解咧？你如果係要去說服呢一個嘅俄羅斯，即係談判桌，你話我係為和平咩成乜嘢？咁其實俄羅斯亦並冇因為咁樣咧，就話我一定要去應承你和平，冇咁樣嘅。咁你而家即係討好佢，為咗討好佢咧，咁明係侵略，你就話佢唔係喎？哇，係咁樣得唔得啊？即係對呢一個阿 Trump 嚟講咧，佢明明咧就係完全咁樣嘅傾向晒呢一個嘅侵略者俄羅斯，反對佢所有嘅傳統盟友，挫敗咗呢一項嘅聯合國嘅決議。佢要咧又威脅呢一個嘅巴拿馬政府，就係要攞翻呢個運河。結果咧就逼走咗呢一個嘅長和，咁啊將呢一個嘅碼頭，甚至乎佢所有。你喺全世界碼頭賣晒出嚟就怕你啦，咁搞法就冇得玩啦，係咪先？咁啊好啦，咁啊另外咧又話要搶奪呢一個格陵蘭，就話呢度啊好重要啊，要有我哋軍隊握手嘅，甚至乎話呢度好多資源俾晒我啦咁樣嘅嘢，跟住話要趕走嗰啲巴勒斯坦人啊，100萬計嘅離開加薩，咁啊點啊將佢變成一個度假勝區、度假勝地，咁啊美國人去咗度搞，咁啊掂啦咁樣。咁啊！呢啲咁令人難以置信嘅嘢咧，即係終於喺呢一個咁嘅阿 Trump 上台之後咧，陸陸續續嘅出現啦，仲話咧要吞併埋加拿大，喂嗰條咁嘅邊界憑空捏造出嚟嘅分界線嘅啫，我哋可以重新再搞過佢。哇，咁都得喎，真係美國總統嚟個大佬，哇，真係霸凌到不得了啊！切斷咗呢一個烏克蘭嘅武器供應，即係。所有嗰啲商業衛星嘅圖像咧資料啦，唔再俾佢，等佢哋唔可以咧好有效咁打擊到呢一個嘅俄羅斯嘅軍隊。咁啊，終於咧搞到咧就俄羅斯喺呢一個反攻入邊咧，就令到呢一個烏克蘭咧非常之沮喪啊，輸啲即係前線啊打輸仗，一路係咁退咁樣。咁啊原因係話喺呢一個橢圓形辦公室啦，對我唔住啊，串我啊，點發生爭執啊，咁樣嘅啫喎，大佬，我話你個美國總統咁小氣嘅，我話要懲罰人哋係咪啊？我話咁樣噶，咁啊以後咪要對你恭恭敬敬先啦，咁啊見皇帝噶咯咁樣，咁啊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澤連斯基堅持
就話和平唔緊要，我哋要有西方嘅保證。呢一個嘅阿 Trump， 我唔保證你㗎，我你俾咗利益我咪即係等於保證你咯，咁樣得唔得喎？哇！大家睇下你而家又話要獲得呢一個嘅加拿大嘅土地，又話要立咗格陵蘭，咁你算唔算有可能即係承諾有咩保證咧？梗係唔會啦！呢一個咁嘅 Trump 根本就係變咗一個霸權主義者啊咁樣，咁啊〜對呢一個嘅澤連斯基嚟講，所以當時嚟講，呢啲歐洲國家見到哇，原來呢個美國總統變成咁嘅樣喎，哇！於是乎大家就要團結起上嚟啦，唔係點搞啊？喂，成個歐洲咧，佢可以出賣晒俾俄羅斯都得咁樣。咁啊，Trump 咧就同啲盟友幾十年來咧，就即係大家已經咧就即係美國同佢幾十年來啲盟友咧好 friend 啊，點知啊 Trump 嚟到話，哇，你哋咩盟友啊？嚟我哋美國偷呃拐騙啊，賣啲嘢俾我哋啊，賺咗我哋好多錢啊，咁唔掂咁樣，咁啊所以咧而家要對佢咧徵收呢個懲罰性嘅關稅。嗱，其實咧你美國喺實際上面嘅 production 咧，你俾咗啲外國做，因為佢係平啲啊嘛，賣啲貨物俾你，咁於是乎咧，美國人就可以用更平嘅價錢買到佢自己嘢。但係咧，你同時咧又有一大堆嘅嘢賣翻俾佢，啲服務業嗰啲啊，即係嗰啲金融啊咁嘅嘢啊，嗰啲仲有好多嗰啲嘅高科技嘅嘢，你又賣俾佢，仲有啲武器又賣翻俾佢，哇！大佬你賺翻佢錢嘅喎，咁啊唔係喎，佢又唔計呢啲嘢，所以咧令到呢啲歐洲國家覺得哇呢個咁嘅特朗普帶領美國去咗個徹底嘅霸權，搞唔掂啊大佬！好啦，跟住咧就話即係哇，我要離開北約噶啦，唔再俾軍援你哋噶啦咁樣，哇咁樣都得喎，大佬！突然間咧就放棄咗俄羅斯，突然間咧就走晒傾向呢一個嘅烏克蘭，即係應該係放棄烏克蘭，就去傾向晒俄羅斯喎。咁啊，跟住咧就係嚴重破壞咗呢個北約盟友之間嘅信任啊！至於法國啊，正在討論佢話小型嘅核保護傘啊，擴展到去歐洲其他地方。咁啊，卒之啊搞到咧，唔係淨係法國驚，波蘭啊更加驚，因為點解？波蘭本身係同呢一個嘅俄羅斯係世仇嚟啊，已經有好多次打仗啊，俾佢滅咗嘅經驗啦。咁於是乎咧，即刻考慮唔係啦，我自己都要有呢一個嘅核武器啦，即係波蘭啊，唔好啊法國你 cover 埋我啦，不如我都有啦，大佬咁樣先係掂咁樣。結果咧咪就係核擴散啦，仲點會聽你美國啦？你而家美國都做唔到啊頭啦，係咪先啦？有咩事我哋要自己顧自己，咁啊點會顧到自己啊？即係要有核武器啦。Trump 其實呢一樣嘢咧，等同係將核武擴散開去，咁啊雙方都擔心，再唔能夠指望美國咧充當北約嘅終極捍衛者。Trump 咧企圖帶領美國離開歐洲。嗱，特朗普咧正係喺度破壞緊舊嘅秩序。但係從未冇描述過佢自己啊，究竟我設想緊用乜嘢嘅制度嚟取代呢一個咁嘅秩序？佢嘅行動表示咩啊？即係好似咧19世紀嘅大國政治咁樣啊！即係喺佢哋嘅即係體系之下咧，就即係你哋啊所有嗰啲細國啊聽晒佢講啦咁樣。佢同俄羅斯同埋中國嘅即係主席嘅習近平咧，三個人企埋台搞掂晒咪？你所有細國聽晒我哋講，咁樣係咁樣咯。阿 Trump 已經宣稱咗佢自己獲得咗成功啦。佢嘅支持者睇嚟咧，亦都覺得係咁樣。烏克蘭咧星期二咧就同意投臨時停火嘅協議，但係咧而家暫時俄羅斯仲未有正確嘅回應嘅咁樣，似乎表明咧阿 Trump 咧對澤連斯基啊施加嘅影響啊，激起個軒然大波。佢認為值得啊，嗱唔係佢點會聽話啫，係咪先啦？而家咪停火咯，和平咪幾好咯咁樣。但係全世界人都睇到清楚係咩咧？當美國同埋朝鮮同埋伊朗一齊投票反對呢一個北約盟國嗰陣時候咧，當你仲未能夠站出嚟啊，對呢一個俄羅斯即係話要去反對佢侵略嘅話咧，當你威脅要奪取呢一個嘅盟友嘅領土嗰陣時候，呢啲事情已經發生咗好根本性嘅改變。呢一個美國已經從以前完全徹底嘅唔同啦，美國同盟友之間嗰個嘅信任被打破咗，可能永遠都冇辦法修補。但喺大家心目當中就係哇，原來喺關鍵嘅時刻，美國係會拋棄大家呢一樣嘢咧。特朗普已經做咗，以後其他所有國家都好驚，
必要時咧就大家咧就喂攞翻張底牌先，咁點啊？揸翻住啲核彈先啦，咁先有數講係咪啊？唔係點搞啊？好啦，咁啊喺呢一個嘅即係1月初嗰陣時候咧，阿 Trump 咧接連幾次咧幾個星期啊，就利用一啲好強硬嘅語氣就話咩啊？強調美國咧要控制翻呢一個嘅格陵蘭先得嘅，我哋必要時啊一定要擁有嗰個地方嘅，因為嗰度有豐富嘅礦產啊，哇，好似如取如攜咁樣啊，中意點都得啊！而且咧又臨近呢個俄羅斯啊同埋呢個中國使用嘅北極水域咁樣有戰略價值啊，所以我哋要獲取呢一個地方啊，跟住又話要攞埋呢一個巴拿馬運河嘅控制權啊咁樣啊，哇！啲言論啊越嚟越緊迫，而且絕對唔似開玩笑，甚至乎最後咧就話：你加拿大應該成為我哋美國第51個州啊，係咪啊？唔係喎，你個即係加拿大嘅總理走到去咧，美國同佢開會嘅時候，佢話：喂，特朗普唔係講笑喎，佢講真嘅喎。好啦，咁啊喺1月7號嘅新聞發佈會入邊咧，亦都係佢就職前2個星期咧，有人問佢係唔係會即係排除使用軍事或者經濟手段咧嚟實現佢攞咗呢一個嘅格陵蘭或者係加拿大嘅目標啊？阿 Trump 竟然回答話：我唔會為此作出承諾，即係話佢可以做乜都得嘅。你死唔死啊？呢一件事咧就令到全世界會覺得美國真係太過分。美國咧並唔係佢哋認識以前嘅美國，亦都翻唔到去個轉頭。大家唔可以再去依賴美國，因為點解？而家呢一個嘅世界警察可能變咗世界大賊喎。阿 Trump 咧越嚟越多咁樣表達咗佢希望美國控制格陵蘭嘅願望，呢個係令人覺得好震驚嘅一個威脅嚟嘅。即將上任呢一個美國總統要威脅動用世界上最強大嘅軍隊嚟對付自己北約嘅盟友，有啲人認為咧，即係 Trump 可能係虛張聲勢啫。但係喺就職典禮上邊咧，佢變本加厲喎，聲稱呢個世界唔能夠再利用美國嘅慷慨以及咧盟國提供嘅安全啊，去宣佈冇人可以攔阻住佢啊！哇，犀唔犀利啊？咁啊，於是乎佢就可能覺得，喂，我係可以為所欲為啊！嗱，呢啲咧係完全霸權主義嚟㗎。好啦，最大嘅轉變咧，仲係喺烏克蘭。3年嚟咧，就民主黨嘅人咧，大多數嘅共和黨人咧，基本上都係通過咗傳統嘅美國外交嘅政策嚟睇呢一場咁嘅戰爭。美國係有責任去保護一個啱啱即係慢慢邁向成熟、正在掙扎嘅一個新嘅民主國家，因為佢遭到一個咧一路咧響侵入佢領土嘅大國俄羅斯嘅非法入侵。咁但係而家咧，作為總統嘅 Trump 咧就話澤連斯基係獨裁者喎，哇！呢一樣嘢真係震驚全世界。拒絕咧就話呢一個普京咧係呢一個獨裁者，反而話呢一個受害嘅烏克蘭總統呢一個澤連斯基係獨裁者，又話佢，都冇人選你出嚟嘅，你啊快啲嘅大選咧，你冇得做啦，冇得撈呢一個咁嘅總統噶啦，你點解唔肯傾和平啊？因為和平你又冇得做就係總統啊！哇，咁樣去講人哋嘅喎，喂，戰士係唔選總統呢個好合理嘅情況咯。好啦，咁啊作為咧佢自己咧就拒絕咗稱呼呢一個嘅俄羅斯係侵略者，我用呢一樣嘢嚟去辯護，認為咧。呢個，我而家要做調解人啊嘛，要希望佢哋即係和平啊嘛，停戰啊嘛，所以咧我咪扮晒嘢咁樣咯，咁樣講都得嘅喎。然後咧佢個國防部長喺首次去歐洲個之行嗰度咧就宣布咩啊？美國永遠唔會同意烏克蘭加入北約。哦，咁誇張，但係佢自己諗住咧，跟住佢走咯咁樣。你同唔同意關係差事咩咧？你都唔入去北約啦，係咪先咯？好啦，佢表示咧就烏克蘭將永遠唔可以唔放棄因為俄羅斯侵略而失去嘅土地，即係話咧，哇！呢啲咁嘅霸權嘅國家可以隨便攞嘅土地，因為點解？佢都諗住攞巴拿馬，攞呢一個格陵蘭，攞埋呢一個加拿大添啊！既然係咧，我先係准許咗啲其他霸主去攞佢嘅地啦，咁我又攞，哇，咁咪 OK 咯咁樣。喺阿 Trump 嘅支持之下咧，佢答應咗普京2項首要嘅要求就係咩啦？同時明確表示，如果烏克蘭想要安全嘅保證咧，就應該同歐洲嘅鄰國即係談判。
但係美國咧就唔會參與，即係話咧你拉歐洲入嚟啦，關我叉事咁樣。好啦，咁啊 Trump 就表示佢發現同俄羅斯打交道啊，哇，同呢一個比起呢一個烏克蘭咁容易啊，因為點解啦？俄羅斯有嘢啊，可以益佢啊咁樣，你烏克蘭都冇嘢益佢，我攞晒你啲礦算啦咁樣嘅嘢。嗱，佢俾美國咧對呢一個俄烏嘅戰爭嘅政策咧發生咗180度嘅大轉彎。特朗普而家咧係站喺侵略者嘅一邊，哇！呢一樣嘢真係，就算好多人即係好抗拒啊特朗普去上台，佢都冇諗過，哇！呢個人上咗台之後咧，就係覺得係同阿普京應該係企埋一陣線，唔稱呼佢做侵略者，反而稱呼呢一個澤連斯基係侵略者。好啦，終於喺歐洲驚醒之後咧，大家團結一致，加強咗同烏克蘭嘅共同命運啊！真係命運共同體啊，變咗咁呢一個咧根本性嘅改變咧，就係令到美國呢個北約最大嘅其他31個成員咧，就絕大多數同美國咧就對立起上嚟。自從1956年啊，呢個蘇伊士運河危機啊，嗰陣時候同英國啊、法國有啲嘅爭執之後咧，美國從來未試過咧係喺衝突當中咧就係同自己嘅盟友對立嘅。咁啊呢次咧係裂痕更加深，所以咧就我覺得咧根本上係好難去報得到。大家以後都有心咗條刺，喂，你原來喺關鍵時刻係會拋棄我哋，同埋企喺我哋嘅敵人嗰邊嘅喎。你諗下，中國咧資助咗呢一個嘅即係俄羅斯，佢都係詐詐諦諦。咁咧，大家咧已經咧就即係覺得好唔舒服，一路話要即係同中國嘅劃清界線咁樣啲嘢。我話而家阿 Trump 直情係咧反對所有嘅盟國去指責呢一個俄羅斯入侵啊！哇，真係對歐洲嚟講呢一個係真係情何以堪。此情此景咧，就係令人哋係記得翻咩啊？1945年羅斯福、丘吉爾同埋史太林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秘密召開嘅雅爾達會議就係點啊？啲強大嘅國家，當時嗰3個就決定晒所有細國嘅命運啦。我哋安排咁就咁樣啦，喺邊度切開呢一個德國就係咁樣啦。咁啊，於是乎咧，我哋好似係翻去過去嘅世界咁樣啊。特朗普上任咗大約60日，佢嘅行為絕對係令到全個地球翻天覆地。問題咧就係佢搗亂咗呢個世界，不停咁講啲冇人信嘅道理。更重要嘅係冇人知佢究竟想達到啲咩目的喎。好多命令都係隨心而發，每一次咧都顯示極之有信心，但係咧好快佢又收翻晒啲命令，反反覆覆，不停咁轉嚟轉去，冇合理嘅理由，完全一片混亂。最新嘅民意調查咧，佔咗大多數72%嘅美國人認為當前嘅經濟狀況唔好啊。美國人對於1年之後嘅情況咧，就有冇改善咧，都非常之分歧。大約一半一半到啦，啲人覺得咧，有啲人話覺得好，有啲人覺得唔好，有啲人咧就樂觀，有啲人係悲觀，大約係49到51度啦咁樣。好啦，咁啊 CNN 喺1月嗰陣時候做嘅民意調查相比咧，美國人嘅情緒比起幾個月之前咧更加消極。調查發現咗咧，大多數人認為咧1年之內經濟狀況會更好咧，就係56%、56%，但係會變差咧都有44%啦。嗱，美國總統Trump 咧喺4號咧就對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咧就徵收25% 嘅高額關稅，引發咗1930年以嚟咧最殘酷嘅貿易戰啦。喺股市回吐，即係跟住咧又大鑊咁樣咧，即係呢個通貨膨脹又蠢蠢欲動啦。咁啊佢即刻咧就宣布，然後咧離遲啦30日之後先至正式啦，即係正式再搞啦咁樣。如果Trump嘅關稅咧唔係手段咧，呢個就係新常態。北美各國咧就為呢一樣嘢咧可能會付出沉重嘅代價。Trump嘅關稅咧形同咧施偉喺呢一個2018年大家透過談判所促成嘅美墨加協議，大家係唔會有關稅，啲貨物人可以流通隨便咁樣。咁如果佢嘅關稅實施嘅話，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嘅經濟咧恐怕會陷入一個深度嘅衰退，而且咧就會經歷好多年嘅痛苦調整，以適應失去龐大美國市場嘅後果。而美國咧亦都會受到一定嘅衝擊。
雖然佢唔會好似即係墨西哥同埋加拿大咁大鑊啦咁樣，但係將會失去整個北美市場帶嚟嘅效率同埋規模經濟，大家會趕晒呢啲美國貨出去咁樣。而長期以嚟咧，鄰國維持咧平靜同埋信任咧，而家咧已經唔可以達到啦咁樣。表面上咧，佢係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徵收關稅。個理由就係咩芬太尼啊、非法移民咁樣，但係結果咧，大家都做咗好多功夫去即係跟阿 Trump 咁講啦，即係派軍隊啊、派啲無人飛機去監視晒啲咁嘅嘢。結果啲芬太尼啊，得間好少係即係由呢一個嘅加拿大啊去運入，咁而咧墨西哥嗰邊咧個數字咧跌得好緊要。咁啊，加上咧有咗即係啲軍隊去守住佢呢個邊界咧，根本就係嗰啲偷渡者咧，差唔多變成零咁誇張啦咁樣。咁啊結咗咁樣之後咧，點樣咧？阿 Trump 一樣係決定加25%嘅關稅喎，只不過係因為兩個國家去反抗佢，咁佢先至唔加字啫喎咁樣。你諗下，根本佢係唔係講理由嘅，佢噏嗰啲咧係藉口嚟嘅啫。咁啊結果咧，大家咧會覺得哇，同佢打交道真係好痛苦啦，因為呢個人咧根本冇口齒嘅，亦都唔係佢所講嘅嘢唔係咁樣嘅。佢哋必須喺美國，即係佢而家嚟叫啲汽車廠，你翻嚟啦，喺美國攞開車廠啦咁樣。喂，大佬啊，你估真係即係揦住個 bed 咁啊，就行得噶嘛，大佬？啲工廠一大堆嘢噶嘛。你真係玩咩？而且佢請咗好多人㗎，但係呢度解僱咗咁多人咧，哎呀，真係總之頭痛到不得了咁樣。加拿大已經好明白啦，再唔咧能夠將咧美國當作係自己一個好可靠嘅經濟夥伴，加拿大人咧必須要制定自己嘅戰略，打造自己嘅經濟。阿 Trump 咧導致咧不確定性咧已經打擊咗好多消費者嘅信心，推高咗呢個通貨膨脹。美國人啊感到啲越嚟越不安。咁啊，阿 Trump 嘅改革歸根究底就係無止境嘅混亂，剩翻嚟大約都有成4年嘅任期啊陰公，阿 Trump 會唔會瓦解晒成個美國咧？一個人竟然可以摧毀一個咁強大、咁先進嘅國家，真係匪夷所思啊！好，我哋繼續睇下呢一個特朗普點樣表演佢自己在呢個2.0啊，點去統治呢個美國，搞到咧天翻地覆嘅過程。好，多謝晒。記住點讚 subscribe，thank you，bye bye。